究竟屋企嘅財位喺邊呢？你又知唔知道財位可能唔止一個？應該點樣佈置先至可以催旺財運呢？今日就話你知。第一個係最基本嘅，我哋叫做明財位，就係大門入屋之後面向大廳嘅對角位。呢個位置要保持通風、整潔、光猛，宜靜不宜動，盡量避免安放冷氣、出風口，因為強風會吹散財氣根。第二同第三個財位呢，就係今年流年飛星、八白財星同九紫當運星飛到嘅宮位，分別就係你屋企嘅東方同埋東南方。你只要自己企喺屋企嘅中間，打開手機嘅指南針，就可以知道屋企嘅東位同埋東南位喺邊噶啦。重點嚟啦，東位見八白財星，我哋可以放黃色或者咖啡色嘅陶瓷擺設，或者黃水晶、紫水晶都得。而東南位就見九紫當運星，我哋可以放紫水晶、粉晶或者木製嘅擺設，甚至乎可以放9封紅色嘅利是，都可以催旺財運㗎。另外仲有暗財位嘅噃，呢個就要根據你嘅單位嘅坐向再計算出嚟啦。希望今日嘅內容幫到大家，記住分享俾朋友，我哋下集再見。